要过年咯，年会大家嘛开始咯。塘区的南华街跟红街在办年会大家，人气是强强滚，真热烈。市政府嘛表示讲，拜六礼拜会分阶段来进行人车管制，嘛呼吁民众尽量是坐大众运输。特别过年啊，未少人无用买年会，年会大街是人才滚滚。糖仔饼、南北大会，啥物拢总有。桃园也推出年会大街，伫桃园区南华街、红街咧举行，吸引真侪人来买。虽然通会碰到年会也起价，啊，毋过民众讲过年就是要喜气应景，少买一寡就会使。通货膨胀嘛，现在什么东西都涨，这个都会影响到啊。像电价啦，什么东西都会调整的话，这些都一定会影响到。有啦，民生用品真的有涨价啦，少买一点。现场环境极高，工作人员管制速度交通。桃园年会大街第一摆选伫古城区结合南门市场真条甲地方特色，10时开始一直到27，今年规划80档。为形成招牌活动，搁较侪人潮，支付分阶段人车管制，也呼吁民众爱加分用大众运输。机车临停区在南华街、文化街、民族路单侧，南门公园前人行道。民众可以多加利用。市府表示，年会大街就办分阶段交通管制方案，包含开放机车、民族路、大边、路边黄红线停车，会随时观察周边主要道路交通状况，启动停车或者是路口管制。警方提醒市场人真济，爱注意保管随身的财物，才袂互真溜啊偷摕去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